自以丰足嘅六感，聽大愛向下理下，白塊木竹，大塊耳光，用屁股殺馬身體勞心，自由感受美嘅人滋味。收看今日嘅福氣女咧，哇！家下看到嘅短片，成啲客家電視台啱邊度咧推出嘅一隻新嘅節目《羅牌妹學嘅約會》啊！今日大家好好咧紹介一下，今日大家分享啲今日嘅女邊，佢係啲嘅 Misa。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 Misa。Misa， 喺公司採訪吼，大家喺看到 Misa 嘅時節，大家就會知道，我唱歌嘅哦，因為 Misa 係歌手、音樂人，可是基本一個身份冇共用，是一個主持人，主持你嘅身份在這裡跟大家分享，有沒有覺得好像斜槓人生？對，是第一次以這麼正式的主持人的身份跟大家在聊天吧？做這樣講吼。你係我第一擺做主持嘅工作，真是係第一擺，因為頭擺都會寫歌、會唱歌嘅嘛，就做自家嘅音樂。但係第一擺接觸到安尼啲電視面檔。行動到地方啊，看動到東西啊，然後有東西突破你觀眾朋友，你真是係第一擺。真嘅，因為安陽嘅節目大家就想一開始嘅時候，客家電視就想講，安陽嘅節目都在安陽嘅主持人，其實大家那個腦袋噔噔想喺度係 Misa， 因為就知道講，Misa 真嘅很適合。可是後來大家會想，為什麼 Misa 很適合呢？等一下大嘴骨你就底哈。說到這個節目啊，老派美學的約會，所以其實。約會美學，對，我們要不要簡單來講一下，這到底是一個怎樣一個節目？老派美學可能想用版言去定義佢，因為你睇你生活當中也有動到新嘅創作嘅東西啊，各種繪畫啦，也係講飛啊，也係講各種的創作，但係呢，節目按到老派，就特別去鎖定講，台灣歷史地圖，各個合眾啊，各個冇共用嘅地方，唔做得看到嘛嘅嚇歷史嘅東西。譬如講有一些，你就圖大家去花蓮看大理石產業，嘅大理石嘅東西就差唔多50-60年前嘅世界地台灣就是一個非常多的加工出口嘅東西。嗰時候看到頭擺喺用版原來做了大理石產業啊，兩下又有嘛嘅新咧，冇共用嘅想法，冇共用嘅創作。嗰時候就對於頭擺多兩下，看到講美學有嘛嘅冇共用嘅變化，佢啲人嘅生活同我有嘛嘅冇共用嘅角色。真的，我係知道啲台灣安陽嘅地方公司採訪，因為以前嘅農業沙非很多鴉片，嗰段時間人可能胃都吃飽，所以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就是先填飽肚子。那到了現在安陽按現推嘅時代，公司採訪，大家會發現，我們好像不只是溫飽而已，可是我們有很多新的東西，可是大家還是會覺得說，你再回過頭去看的時候，你會發現以前留下來很多，我們可能曾經吃到。沒有真的在重新審視的東西，因為那個時候留下來的東西是這麼的有趣、按神奇，然後這裡面的工藝可能也超出我們的想象，而且那時候的美跟我們現在定義的美也許不一樣。或者說，大家會知道講，為什麼我們 TP 安陽的分享就會，我舉個我自己很簡單的講述，比如講春店哈，你看到都是高樓大廈，看起來很氣派，可是你看到以前很多貼在牆壁上的那些小壁磚，哇，你就覺得哇。以前給你有沒有安陽給點給壁磚，它是這麼的迷人，顏色是這麼的美麗。那第二節目就被凸胎噶去看安陽的東西，可以。所以說到這裡，你說像 Misa 會講，美學的定義是什麼？看你怎麼去定義。那為什麼覺得 Misa 好棒？因為我看過幾集，我就覺得哇，其實 Misa 在這方面的詮釋會有 Misa 自己的想法跟見解，自己嘅想法嘅地度。對，對你來講，你覺得對你來講，你知道美學嘅定義對你來講係點樣嘅？我出到講美嘅東西啊，佢有本人一種，因為我哋平常時講五感，就講我做看到嘅、皮到嘅、最濕到嘅、耳講聽到嘅，還有一種是皮膚感受到的溫度也好啊，也係講那種
就是不同的触感，某种嘅美材加到有某种嘅触感，还有一招就会。我特别会去聊到节目底度，我特别想嘅老大家分享嘅係一種體力嘅感覺，就係你嘅心。是，你喺無老人嘅心打開來，就講某個東西唔睇到啊，唔看到啊，唔識到唔聽到，唔係冇感受嘅。但係我知道，其實啲你生活動案啊，要動到講嘅東西、美嘅東西，係做得自家去發覺嘅。我們不給美學一個。唯一的定義，或是一個框架。其實要動到，自家感覺，你係講嘅東西，佢就會講嘅東西。所以講，的確可以有客觀的標準，但係你自家嘅主觀，然後自家嘅心打開了嘅世界，你看到某個東西，你用心去感受，自然而然做得對這種。怎麼講？好像靈魂跟他交流一樣。是，對，因為像秋愛勇嘅東西，就是他有他自己在時間裡面的累積，他在歷史裡面的一個定位，所以對於。因為我看佢主持愛勇嘅節目，對我來講，我就會知道Misa做啲傳遞愛勇嘅訊息俾大家。你用心去講述，就比如你對一件事情嘅感情很用誒，佢哋歷史嘅聽力很用誒，這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對不對？所以美不是你覺得好像你眼睛看到我們定義的美應該是怎麼樣，它就應該是怎麼樣。為什麼愛勇講誒？裡面有愛修給一下，因為像Misa，它就真的很特別哈。你現在自己住的房子，就是一個我們說。老房子，木木你給他一個名字叫老小姐，對不對？對，你很享受住在其中，對嗎？對，你可以分享一下嘛。我哋下喺帶啲我咪就係你台上前面當一張，我簽到棟，很幸運啦，就簽到一間老師傅，跟老師傅一棟貼片，佢唔係講頭白嗰種。一層樓嘅貨房哦，它是2層樓的建築哦，然後它是給鳳凰奶樓、鳳磚、水泥磚造的房子兩層樓，但係講1樓嘅天台2樓地板啊，樓地板就會1樓看上去嘅天花板，就講那個是木頭，整個是木頭木做的。做馬來我按到老小姐，因為佢差唔多有超過60年嘅歷史，還有就講。我辦一批嘅時間，因為個頭白嘅間屋待棟多年，其實那個房子的規模不小哦，但係呢頭白可能待10個人3年，錯，係一太假嘅。規貨房嘅年底地度，嗰時頭白啊，兩間屋地度要棟到嘅隔間，尤其間面當2樓就有棟到一些木頭做的隔間，嗰時我辦一批嘅時間，我請建築師嘅朋友。天數來做整理，我們拆掉了很多東西。這真是有一種感覺，就會你把那一些這一種對我來講很陡的東西啦。我覺得房子就是要通風，它的空氣可以流動，可以讓氣場這樣會好，年代的底度這樣會鬆鬆。我們拆的東西比蓋的東西還要多。拆太多東西以後呢，你真是會看到一隻懂講的老小姐就出來耶。她本來有很多那一些已經。有很多時間的風霜，拿給誰搶來？拿給誰搶來？然後還原它本來的面貌。是，真嘅，你看以前愛勇嘅，我們說以前他們這樣的一個建築，愛勇嘅木誒，其實對Misa來講就會另外一個美的詮釋。對，因為它其實，它60年咧，它見證了多少事情，對不對？就會愛勇嘅感覺。嗰種你啲節目底度，其實係體驗青島嘅事情吼。你看我們從節目開始講到呀哈，就太咖啡的哇，你真的要帶着大家去體驗青島嘅事情，對你體驗很多，畫畫，手作，對不對？而且你自己在裡面，你每一個東西青島，其實Misa真嘅係才女，佢每一個東西真嘅青島，佢自己會畫圖，你會衝過誒。對，我出到啲到節目底度就借着節目嘅機會學習懂多東西誒，從畫漆器，還有講捏飛捏瓷器，還有懂多就編那個魚簍啊，就做懂事情。有沒有覺得很挑戰？還有打鐵嘞，會很挑戰。因為Misa平常時其實佢會下功誒，有沒有在做音樂哦？因為他本身你自己念建築，對不對？所以難怪你看Misa對青島嘅東西，佢有去給愛勇嘅感受，所以。
有学很多东西。我们等一下做得好好来收给一下，不过我要讲一下，我说你第一地度有冲过的吼，有这个一定要，你给转宠直译，所以你在里面在每一个尾巴的时候都会唱一首歌给大家听。对，两西巴也算讲迄本你观众朋友嘅 bonus， 因为我自家就会冲过的嘛。搭时节目安尼行下来，行同多地方學同多東西，其實對每一站無共樣嘅地方，譬如講，你去屏東、去高雄，又係講，去到花蓮，嘅無共樣嘅地方有無共樣嘅氣味，嘅無共樣嘅感受就會帶出嚟上海唱無共樣嘅歌曲。哈哈，嗰種吼，鄉親朋友可能也要請期待吼。其實節目還蠻開心，不過節目嘅內容輕豐富。現在我們先邀請鄉親朋友來談藝術，而啲節目點度從嘅歌嘅好冇？做得好，做得好。所以鄉親朋友一定要下來看一下。記得一直落下住，南風掃過天深路，路上個大天橋，也嘅比來比過去。想一直落下住，一夢會達到你嘅法術。樹下以後將水面紅，黏黏嘅花，就像很多嘅落下住，上下落水上下蝴蝶，就像很多嘅落下住，上下鬧熱上下冷落。刚才谈嘅歌曲怎么一下就没了？太短呢！不过我想讲，其实这些节目嘅最后，我们都可以谈到安有艺术嘅歌曲。哇，好棒哦！可是歌曲嘅选择也是 Misa 的一个杠书，一个建议，就是歌曲嘅挑选。因為搭一些嘅節目，你會行無同樣嘅地方，然後上次去花蓮、去新竹、去屏東、去高雄。但係呢，每一個地方嘅感受，本來嘅感受無同樣。你拜訪嘅藝術家，也係講做創作嘅人，就會本來無同樣嘅回饋。故說每一些嘅節目，結束嘅時間、ending 嘅時間啊，就會有想到那一條歌曲同適合聊到地方，那一條歌曲同適合聊到當下的氛圍，好棒啊！古時候從前面去講看電視嘅時間，講食材法做定影視到青島無共嘅地方，其實台灣而講佢青苔，佢也青苔；而講佢青色，佢也青色。唔過係講你認真去探索，因為就青島嘅東西，你會重新認識。可以用嘅角度去看，我想安陽嘅亞拜這個節目就是利用無共嘅角度去角色去重新去看一下，在台灣裡面其實有青島嘅角頭地都有青島清有意思，請講嘅東西。不過亞片其實說實話哈，你發現做節目當主持人還蠻辛苦的哈。我做青島嘅事情，辛苦嘅事情等一下再講哦。唔過我講嘅事情，真正體驗青島嘅事情，有乜嘅你都亞哈，你回味起來，你還覺得印象清深刻，可以跟觀眾朋友分享的。我家下講啲咧節目地度啊，因為拍攝節目的關係，嗰時候行到地方學習當到新嘅東西，有當到嘅藝術嘅媒材係我頭擺冇接觸過嘅，地度有一項東西係我出到挑戰性最高就係霓虹燈。霓虹燈，對，霓虹燈對我來說很魔幻誒。我想到檳榔攤，係唔對，就真嘅就係檳榔攤會有，然後它很魔幻，就是對我來講係超魔幻嘅東西。真是，因為霓虹燈嘅原理係按呢，佢可能用玻璃管
就是玻璃罐。加热用直火去把它加热，加热以后呢，你5秒钟的时间，就这么短，5秒钟，它变软就会5秒钟，然后呢以后呢你就赶快让5秒钟，然后给熬出你想要的形，就会可以塑形的意思，可以塑形，这也太紧张了吧？5秒钟它就会变硬，变硬以后呢，然後再個配過，再個熬，再個配，再個熬，但是呢，玻璃罐它也唔係講你一折它就會乖乖，然後馬該形就馬該形，馬該形唔係安尼哦，它有時候會亂跑。上司就講，配過頭咧，拼完咧，它可能就會粘在一起，那這隻就報廢了。非常的困難，還有講，熬好以後呢，在裡面灌惰性氣體，就你頭白國中的時候學過漢南亞克先東，就慣性氣那個惰性氣體，每一種空氣給灌好以後呢，冬天佢會有冇同樣嘅色。真的，還有做在低度不用洗白嘅熒光粉，就可以讓那個魔幻的感覺更發光。對，哇，真的，這是我光聽起來都覺得黑公黑矮真的好想去體驗，因為那有一種我太假講跟輕魔幻，我知道輕魔幻係一種浪漫嘅感覺，就可以用去感受佢。你看聽米莎講都愛用活靈活現，有冇？係咪清爽的款有冇？基本有準備，有準備好。所以呢，你下邀請你嘅鄉親朋友叫下來看一團，你口中又魔幻又浪漫嘅安樣嘅霓虹燈。我感覺當奇怪，因為唔知道講玻璃動硬嘛，玻璃動硬佢可能變到那邊佢就脆脫咧，但係呢佢加熱佢做得變軟，唔會測到講你下快要沒辦法掌握它嘅時間，你就做得拿起來就。來，然後佢變形，然後佢變做你想愛給它版圖也好，你想愛給它弧線也好，這種感覺真是係，我今日應老先生講，老師我這種動槍魔術師，我哋練下動槍係嗰種煉金術嗰種感覺，因為硬嘅東西變軟咧，軟嘅東西又一下誒，王先生佢講5秒鐘，你就單槍5秒鐘，燒熱咧軟咧，你就。槍有5秒鐘做的，然後佢變形，變到你想愛嘅形。這種感受對我來講，當初發現一個新的大陸、新大陸、新的世界。因為啲材料係一從就看得到嘅，但係第一版本佢定下數紅就當初你做的隨人嘅意思去變形，隨人嘅意思去拗佢去玩佢，都神奇嘅一種感受。都神奇的一種感受，真的。我剛剛看的時候，我就覺得我好想親自去示範一下，感受一下，這種神奇的感覺。老師啲波衫，我可以自己去。喂，欣賞與吹毛，我去感受一下神奇的感受。所以難怪你很喜歡。我剛剛這樣看就覺得好棒。那這個喺車道啊，看到嘅做好的那種，給冬天亮起來那種感覺，當中看到一個宇宙。還有講，因為我這個做音樂噶，我車到霓虹燈嘅東西到音樂有一個共通點。因為同樣都係稍縱即逝的東西。我車到像創歌嘅下歌曲也好啊，當中把一個東西捕捉下來。然後那種美嘅感受傳達俾其他人，但係呢，就像那霓虹燈，如果它撞碎了，但空氣照出來，佢就冇咧。一首歌曲也係啊，你冇人唱就冇咧。我說就這麼的短暫，這麼的稍縱即逝，像是講嘅東西都會安咧。一下佢可能就冇咧，就像半夜嘅晨光啊、星星啊，也係講螢火蟲啊，你睇幾隻燈油，睇到幾隻就冇咧。聽你講，黑公以後都多麼該神奇呀！他講嘅東西，我覺得那個當下要好好的把它記住，好給劉時好好把它記住，然後刻在內心裡面。以像米莎講嘅，以後你稍縱即逝。看我的心上面有沒有很多刻痕，我把它記清楚。不過其實像米莎講嘅，啲行走，你是去新竹寶山嗰邊遇到老師，有按用嘅體驗也好，歌唱也好，學習也好，其實你去嘅地方真係青島，我哋有一心你去都懂事，對，講
太补，讲大补这样给懂戏，懂戏懂戏，抗瘾。所以那一次听说体验非常非常某用清懂眼嘅东西。董事嘅氣泡，你去到嗰笪地方，細細時間我有去過，但係一啲都講，董事嘅朋友懂特殊嘅太普強，但係唔係講按熟食一隻蔬菜。係，董事嘅是懂特別係我出到幾樓，你客家人嘅生活有千層嘅一種連結，因為看到嘅山嘅形況、水嘅流法啦，會感受到懂有生活嘅一種氣味的地度，像幾時嘛，我就有學習用變嘅用做咩咧來變嘅作嘅原料。變嘅原料也好啊，也係講真是去到嘅大家海，大家是上游去作嘅，就一隻泰國土地嚟去，作嘅後面咧佢有講嚟做客家人傳統會做嘅醃製的小魚，但係呢這種醃製的東西，基本上佢差不多就會沙西米，它基本上是生的。但係呢，我從細到大，因為有客家人待嘅地方都有水，故所以我從細到大都有聽過我爸爸講，頭擺做嘅魔蟹種嘅啊，也係講乜嘅河巴捉上來嘅乜嘅東西就拿來安尼滷啊。但係我第一擺自己學到了啲東西。第一擺食到了東西，我就想到哇，你就會頭擺人嘅生活，就會真是你講路派、路時裝有嘅東西，但係你下還有機會做得到嘅學習下啦，還有機會做得本大家看到。對，為什麼做埋鋼琴正規就會你要中意看那樣嘅東西？他當時他背後的一些故事呀，好文化呀，好意義呀，好，其實遠遠超出我們現在的想象。我們現在太速食了。對，你看那樣的煙雨，可是它的精緻程度，它的細節也跟我們想象的不一樣。那真嘅就會，你看我光聽 Misa 按用分享啊，這個就親有按用嘅感受。可是你就做對熊 Misa 去聽按多嘅事情，對一個其實很敏銳的 Misa， 然後一個音樂人，一個感受有幾強哈。也因為這樣，你還交到很多新朋友。錯啊，對，後面有去嘛？給法典，給咖比丁。現在還有聯絡嗎？你還有啊，前一波嘅討問一下，前一波嘅張藝19。我同大家講，19跟景是這個可以是一個很好在有沒有聊天嘅高場地度，可以分享很多事情。就會講那邊好朋友之後啊，就會搭最顧嘅時間就是一點點小酌這樣子，好棒哦！對，又可以分享很多故事跟交流，對，所以就變成一個咖啡廳的一個好朋友。那好，就老闆就變成好朋友。認識嘅花蓮嘅豆東咖啡嘅頭家阿光，就我出到去也係講當特殊嘅緣分，因為也係第一集拍攝第一集，你去到花蓮，也係第一集主持嘅工作，就。一碼啥事情對我來講，全部都係懂新嘅，非常的新鮮，都齊啦，對，全部都齊，好棒哦！哇，就是給那一集的人讀到嘅人啊，看到嘅事情啊，學習到嘅東西啊，幫我留下深層嘅一個印象。真嘅吼，哇！用盡朋友談到你啊，係咪故事在講得多吼？還有冇個故事？你等下張真來講。嚟到福建來咧，都會學一句鑼鼓言語，哈哈。佢說基本嘅 Misa 嘅挑戰係乜嘢咧？木法別薄。你真嘅講到清楚誒，其實也幾把捱細細嘅時節就家同埋媽媽講，唔講你係第一擺聽到，我係第一擺看到你四隻字標強下，因為你會講法拉別薄，就是很花很白這樣子，但係形容講看到安尼法拉別薄，都木法別薄，家嘅睇咖啡知道就會眼花繚亂安嘅感覺，嚇上次就係你看到真的是很眼花繚亂嘅東西，可能我播下給你說，還看到有。木法別薄，
你做到巴拉比蹦，还看到莫巴比蹦。有时候他搞发进行有意思哈。古时亚就会给每一个老公演一头，乡亲朋友复习一下。好，可能有听懂已经底耶，不过给每就讲一下哦，莫巴比蹦，好有趣哦。那个唔係客家人嘅朋友，佢講下佢花嘅時間，佢就俾接個通來講，你們客家人好有趣哦，這個發音。莫把必爆，把拉必爆，就是必爆，因為我們就好像狀聲詞一樣嘛，必爆，對，大家就會給我們一些露骨演繹，耶，好棒哦！覺得這句話真的念起來覺得蠻開心的。那繼續回到我們這個路派獼猴嘅約會哈，其實你看上一堂節目咪晒就有講到，其實因為節目嘅關係，做得好吸到聽到新嘅東西，還有新嘅朋友，這是一定的，對不對？其實故事講唔停，你可能會先傳3集以上，你才有辦法把很多東西跟大家來分享。不過講到呀哈，因為大家就咪晒係唱歌嘅，係音樂人，係歌手，是創作歌手，所以現在是主持人。所以你去主持之前，係咪去做青島嘅功課？對唱歌嘅、寫歌嘅、唱歌嘅跳到咧做主持呢種工作，我出到對我來講最大一種挑戰啊，就係要看鏡頭。以前做歌手嘅時間，反正是別人拍我，對不對？唱歌嘅時間，我看得很嚴啊。但係做節目嘅時間啊，上司你就會對得鏡頭講法。咁講出一開始我冇按關嘅時間啊，我眼神常常就會飄走。但係呢，做主持嘅時候，我知道啊，本來我係要做表演、唱歌這樣子，也有一個很大的幫助。就講本來你對每一個現場，其實當上唱一個地方都會講，每一擺 live 都唱一擺聽聽，下一擺就會冇共樣。錯，就算講唱一個受訪者，你答對句嘅時間啦，底下導演可能講。再講一次，我們都講不出一樣的東西的。對，或者說每一擺都係利益嘅一擺，還有講每一擺嘅當下都要想辦法自己嘅心要打開來，要跟現場的觀眾、現場的聽眾接觸，然後要讓你嘅書封者要先打開來，然後看佢係做乜嘅，看佢底下係乜嘅什麼樣的一種講情緒也好啊，也係講佢透過嘅作品而表達乜嘅，就講這個工作我出到兩種同唱無共樣嘅東西，但係它有共同點，做得互相來評述，可以互相幫襯，就會按我嘅感覺。我覺得我真的可能青島嘅天使機前面嘅人。會知道，真的是這樣嗎？可是真的，黑公你去家裏聽人，真嘅就第一種嘅困難係乜嘅？你遇到受訪者的時候，你要將心打開，真嘅去聽人嘅，同佢互通。唔講你同安樣嘅聽人來互通，透過鏡頭同大家來講嘅時間，你會顧到鏡頭，你會顧忌，從嘛你同佢大嘴講你顧忌，你會顧鏡頭，同鏡頭講法。我覺得真的，其實青島嘅人唔啲，為什麼大家講主持人係一種嘅專業，要真正係一種專業嘅訓練。大家冇知道你就去嗰邊教，大家說你做主持人按後，你就去教了，其實教了係挺辛苦嘅哈，有專業啲地度。大家按有人其實，你說要放開自己，有時候還是會有一些不自在，對不對？會哈，所以你還去上表演課。就電視台那邊就懂貼心，就是為你新嘅主持人有開設表演的課程，就是唱欣賞來搞，就是從一些肢體的課程啊，就搞唔講，人家還有乜嘅感受啊，用人嘅身體去表達啦，我們的身體其實做得有懂一個可能超出了你平常時。我們平常時的動作可能就按時聽聽，但係呢，你啲鏡頭面檔，你啲電視面檔，你想要透過身體去傳達很較多嘅情緒、很較多嘅感受嘅時間，身體也係做得打開來嘅。還有就講，有一隻遊戲我知道懂好搞，就會anyway 老師帶着啦，我們就是有點像狀況劇，因為它有13年級第一個好，我們設定一個區塊很多舞台，有13年級第一個片啦，就我們一起的夥伴啦，佢第一個片，你要唔第一個片，佢哋還會做乜嘅，佢哋還上乜嘅，但係呢，你就要走進他那個場域，看佢本乜嘅反應，你要當下及時去做出
反应，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一个主持人接会赌斗的一种状况。你等下，那个受访者给我丢给你什么球？给俺用玩假。我如果漏接，哎呀怎么办？对，漏接好，漏接就有漏接的反应。跟俺黑接到嘞啊，那我要怎么样？答到伊问题。真嘅，其實主持公司採訪，迄個你嘅訪問有分兩種，其中來講我已經嘅時間，第一種就係因為你做一個主持，你要讓觀眾朋友看到你的真心的時候，迄方式就會你是真心去體驗那一件事情。啊，有一種嘅主持，你就會講，來表演俾你看，我表演給你看，我要體驗這件事情咯，來表演俾你看。那但是眼尖的觀眾朋友可以去看到一個主持人，佢係真的還假的。再舉個例子好了，一個吃東西嘅時間，你都得告訴佢真嘅吃到好食，還是他表演給你看，他覺得很好吃。為什麼愛用講？其實對米莎來講，因為眼睛是米莎也青多年嘅，因為米莎眼睛是給自己做埋事情，佢真嘅就會用自己的真心去感受，所以有時候他沒有感覺，他就沒有感覺。黑公仔真挺會跟他合作嘛，改米莎公仔冇槓頭，我真的也是想說天哪，我要怎麼辦？因為同海公，我沒有感覺，任性。對，黑公仔對那件事情，覺得還好。米莎說，可是我覺得這不是這樣，我可以幹過。我說哇，說講得好棒。對，所以主持這個對你來說也是，你遇到這麼多的受訪者。每個都要用真心去對待，真是這也是做功課的一部分，對不對？也會你沒有感覺的吧？也會讀到就講，真的好像，因為你畢竟也係有自己嘅框架在，但係有的人他的美學可能在你的框架外面。對，不是，這當時我就發現，打開自己的眼睛，打開自己的心，真是很重要，非常重要。因為只有我們放下自己的框架，漳州的看得到每一種創作，也係講每一種生活的方式，都有佢自己講嘅地方。真嘅，那個時候，我漳州的把這個新的對我來說也係新嘅東西做得安尼，又透過鏡頭單。漳州的大本開講，黑講東海那片就卡住了，哇，那怎麼辦？對，真嘅。不過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米莎兄愛永黑真嘅一個很棒的分享。其實最後我們講說，其實對你來講，你還沒有陰影，你對好多地方都好熟，你對台南也好熟，你對新竹也好熟，可是你就會因為用你的，你說第六感嘛，就用心大開了。比如說你這一次重新回去苗栗，你重新回去新竹，你就有重新的認識。真是對苗栗嘅寫比較好，新竹嘅寫比較好啊，因為兩種地方、兩種所在都係我細時節嘅生活圈。嗰時候我一出到講，苗栗新竹應該係我讀碩士嘅地方。真是聽你節目，你真去行一年，發現好多新嘅東西呢，發現好多新嘅味道。像啲苗栗啲沙比蟲嘅片就感受到，我真是感受到對文學小說，李口先生嘅小說底都下到嘅寒夜那一些啲嘅片生活嘅嗰種酷寒，嗰種感受真是係啲連啱嘅世界。你看到嘅冇葉嘅鳳座岩、紅棗那邊種很多冇葉嘅，連啱嘅世界溫度很低，風吹過來動人，你真的會感覺到那東西都會特別熱。嗰種一出啲那片生活嘅人家嘅感受就會酷，就會寒。還有講新竹，我一出到啲新竹對我來講同像係北部嘅台南，它一樣有一種熱鬧滾滾的市場嘅感受。但係因為啲市場啲都安尼有時候嘅花燈，我看到嗰種光線，看到嗰種就安尼木花碧薄嗰種感受。嗰種我頭擺冇看到嘅新竹。真嘅行呢，行的。有時候我們說，對，這就是為什麼重新去把心打開了，去感受嘅時間，你就會有新嘅發現。我每次聽米莎講話，我都覺得好有畫面哦。怎麼時間這麼快，好像還有很多事情可以講。唔講我想講，來，我們跟大家推薦一下我們的節目，跟觀眾朋友再講一次，什麼時候播出？你老全台灣嘅客種路派嘅美學。
兔同人面前，聊到節目一定會看路派美好嘅約會，嘿，對6月29拜一開始9點，聽錯愛看呀，耶！拜一暗晡頭9點，好棒哦！鼓手給滿意，謝謝 Misa，謝謝你。嘿，所以鄉親朋友聽錯愛看咯，聽下來，大家叫下來做認同了。